맞습니다. 토마, 아주, 어, 하다, 그 유명한 그 수요일에 배배 수만 가는 무시다. 나는 신기,首先要 초류를 무시. 问候与会的나는 苏 신기, 曼高高仁波切啊、护主波卡仁波切，무시. 还有明哲仁波切 남배 위배, 초류 남았다. 等等 나는 主 신기, 顾 무슨 그냥 위배지. 为主的나는 신기, 还有 주마도 주마나 以堪布东用仁波切为 주마나 主的 되게 되네. 各位善知识们， 선물로야. 还有所有的僧众们，还有与会的弟子们，问候大家这个身体健康。 다 되네마. 실제 다랑 아주 조지 남다. 那么接着，我们这次课程是讲到阿底峡尊者的传记，我们接续昨天的内容。 드린디 쉬야다 조지 남다 그 dom도 쉬위미나. 那么今天我首先要简要的叙述一下阿底峡尊者的生平。 소리보다 소리보다 소배기. 那尊者在10岁之前，主要是学习这个文字、工艺等等这些一般性的知识。那么之后到21岁期间，他钻研声明、音明等大的名处。21岁之前，他是以这个居士的身份，然后致力于学习。从22岁开始，他接受密宗的灌顶，修持以密宗密乘为主，就成为了这个密宗的瑜伽士。在学习密法期间，阿底峡尊者的第一位上师，也就是灌顶师是上师罗侯罗吉多。这位上师是著名的学者、成就者琼波瑜伽士的主要上师之一。根据记载，当琼波瑜伽士晚年在这个藏地弘法、事业兴盛的这个时候，罗侯罗吉多这位上师呢，他曾经以这种开启教法之门的一个方式在清净相中亲自现身，为琼波瑜伽士授予这个6倍大黑天的灌顶和许可。所以从时间上来看这位罗侯罗吉多上师和阿底峡尊者的上师应该是同一个人。之后呢，阿底峡尊者跟随主要的上师是阿瓦杜迪巴7年，然后领受了许多密续和口诀。总之呢，从22岁到29岁期间，尊者专注于研习各部的密续，并且精进的修持。由于这个阿底峡尊者之求节在密宗的修持达到了很高的这个境界，他就进行6年或者说3年的这个持名进行。什么叫做持名进行是指说他会带着这个明妃到各处游方，然后从事各种瑜伽式的这种修持还有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持名进行。在序部的很多注释当中都提到，这是一个密宗的传统，说是在获得加行道之后，就应当要进行这样的持名进行的行持。所以可以看到，
求杰尊者他曾经有做过这样子的密宗的修持，这和过去很多的这些成就者的行持不太一样。过去很多的祖师成就者，他们是先出家，然后之后再做这种持名进行，或者说再修持进入密宗的修持。但是呢，阿底峡尊者他是先进入了密宗的修持，像持名进行的修持，之后他才出家的。所以这和很多过去印度的这些成就者、祖师比较不一样。所以总之，在求杰尊者行持密宗之后，他就出家了。那么就像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29岁舍俗出家一样，阿底峡尊者也是在29岁的时候出家。接着呢，我们要谈一下，就是求杰他出家的这个因缘。所以我们前面看到，阿底峡尊者从年少时期就修习这个密法，获得很多的密法教授。他不仅是这个熟练，而且彻底的通达密法。所以可以说他在密法的修持上，他不仅是一位大学者，而且也是一位成就者。那么他最初的想法就是专修密法的行持，然后希望能在今生就证得佛果，也就是一生当中，他就是成为一位密法的密宗的瑜伽士，这是他最初的想法。但后来呢，他却经验到很多出家的这些征兆。例如说，正当他有一次专心致志在修行密法的时候，在某天夜晚的梦境当中，黑如嘎本尊就现身在他面前的虚空中，对他说：“善男子啊，单凭这个阿瓦多迪巴的行持，对你来说不足够的，你必须出家。所以，如果你出家的话，将来呢会有很多需要由你教化的这些出家弟子。”所以这是一次的受记就是由黑如嘎本尊出现在他的梦中，为他做了你应该出家的受记。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更加殊胜的梦境，就是在某个夜晚，他梦到呢自己在一座宏伟的一个寺院中，然后释迦牟尼佛的世尊还有很多的比丘正在用斋，正在用这个午斋。当时呢，卓杰就阿底峡尊者他就坐在僧众席位的最后面。这时呢，坐在最前面的佛陀就注视着他说，可能呢还这个手用手指着这个卓杰，那个人呢究竟在执着什么？到现在还不出家。所以这是他也做过的一次梦。那这是也是一个出家的征兆。在另一夜呢，他又梦到了在一座寺院中，他就梦到了弥勒菩萨。那一般来说，弥勒菩萨都是视现这个报身相，穿着各种的庄严装饰报身相。但是这时候呢，他看到的却是视现比丘形象的弥勒菩萨。他就走到了这样的弥勒菩萨这尊弥勒菩萨面前。这时呢，弥勒菩萨就对他说：
菩萨就说：“这里呢是出家人的地方，你是这个在家人，不可以过来。”由于呢经历了上面这许多的这些征兆，他就很慎重的开始思考了。现在啊，我确实应该要出家了。当时呢，他在那烂陀附近哦，他是这个租屋的，所以当时就他有一个房东哦，就租给他房子住，而这个房东呢是精通佛法的，所以他住在那的时候，他就去问了这位房东哦，他就请教他自己应该在哪个部派出家比较好。因为当时呢，呃，这个僧团它有很多部派的，就是声闻有很多不同的部派的，所以他就请问这个房东说：“啊，我在哪个部派出家比较好？”那这时候房东就先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你出家的话，你会放弃密法的修持吗？”那这时候，ço姐就回答说：“我出了家也不会放弃这个密法的修持。”那么房东就建议他说：“那么你就应该去这个大众部出家。”所以这就是房东给他的建议哦，在声闻18部当中哦，那么你应该在大众部里面出家。那应该是大众部他们比较这个开放一些的原因哦，所以就建议他在那里出家。于是呢，尊者就在29岁那一年，在菩提迦耶的这个摩诃菩提寺院中出家。另外一些传记记载，他是在这个飞行寺，也就是欧丹特普里寺院出家的。总之，尊者在29岁那一年，他就在大众部的当中出家，大众部中出家。但是大众部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分支，它是在大众部的其中一个分支叫出世部里面出家。那么呢，为他剃度的是谁呢？是叫做佛智阿舍离传承的这一位大师叫希拉拉西达上师。那这位上师已经证得了加行道。那尊者当时就得到了出家的法名，就是燃灯吉祥智 （Dibangara Srijana）。那这个名字中的 Dibam 呢，就是灯的意思；Gara 的意思是坐或持；Sri 的意思是吉祥；Jana 呢是智慧的意思。那这是因为哦，佛智阿舍离传统传承哦，它有一个传统，就是弟子的法名都以这个智 Jana 当做结尾，所以因此求杰呢也得到了这个吉祥燃灯智为名的这样一个法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尊者是在29岁那年呢出家的。
就像中敦巴大师在阿底峡尊者30赞中就提到，不贪一切诸妙欲，王权富贵尽舍弃，大众部中作比丘，其景具得阿底峡。那么从他出家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尊者就对于这些最细微的戒行都极为谨慎。举个例子来说，他不吃这个陶碗中的这个糌粑粉或者说麦粉当然印度的是没有糌粑但总之就是他不会吃放在这个陶碗中的这些麦粉。所以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子的时候，他会解释说，因为呢，这个麦粉或糌粑粉放在这些装酒用的这个器皿已经不适合食用了。所以你看，虽然这个器皿可能并没有真的装过酒，但因为这个器皿它是可以装酒用的器皿，它也不会使用任何放在这样的器皿中的这些食物。那之所以这样子是因为这个大众部的戒律当中，饮酒是属于一个根本戒。一般我们会说4个根本戒加上这个酒戒。会说除了这样子的这个戒之外，其他呢是比较宽松的。然而呢，在大众部当中，却会认为说，把饮酒戒也属于这个最重要的根本戒。但以前我看过中文里面的大众部的律典，似乎并没有将这个饮酒放在这个根本戒里面。所以，但可以看到这段记载就是说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总之，这里可以看到尊者求解在持守戒律方面是特别的严谨的。接着，想解释一下他的称号的由来。前面我们提到他有吉祥燃灯智这个出家的法号，但是其他还有很多不同的名号他拥有很多的称号，其中呢，像在印度语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阿迪夏。如果将这个名号翻译成藏语，意思是殊胜，极为殊胜。有些人认为说这个阿底是殊胜的意思，然后阿萨雅就是侠是心意的意思，所以结合起来，阿迪阿夏表示就是具有殊胜的心意。那也有人说呢，阿底是极其非常的意思，然后山体是极静的意思。所以这样子来解释的话，阿迪夏是极为极静、极其极静这样的意思。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阿表示大于且是，就像他的老师阿瓦杜迪巴阿。再来 D 呢，表示大班智达。再来下呢，表示这个大比丘。
所以总之呢，阿底峡这个名号，你可以看到是最广为人知的，而且这个名号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这个名号是怎么来的呢？它的由来主要有两种重要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出自班钦苏南爪巴他所著的一个噶当教派源流，叫《新义庄严》。根据书中的记载阿底峡这个名号是由喇嘛抢救为授予的。这是因为他亲见到尊者的智慧，还有大悲心，是远远超越了其他的班智达。而且呢，尊者他具有这种能够广大弘扬佛陀教法的能力，因此他就以阿底峡这样一个赞誉性的称号来表达他的崇敬之意。第二种说法记载是出自萨迦派昆索他所写的一个噶当教法源流稀有大害。据说呢是有一位法护国王，当他见到这个阿底峡尊者在众多班智达还有成就者当中是最为殊胜的一位，因此呢迎请他到了超界寺，然后给予他阿底峡这个称号。但是呢，这种说法存在了这个时间上的一种矛盾，因为如果这里提到的法护国王指的是波罗王朝的那一位法护国王的话，因为他是活跃在8世纪的人物，尊者却是10世纪的人，年代相差太远，时间上是不吻合的。所以，或许第一种说法就是说阿底峡是由抢救员所赐予的，应该是更合理还有可信。当然，这个结论还是要进一步的考证。那么在藏地尊者最广为人知的称号是什么呢？是求沃杰，就觉沃杰。那么这个称号里面有觉沃，这个跟拉萨大昭寺中两尊的佛像的尊称觉沃是相同的，所以觉沃节差别只是在后面加上了一个节字。那么在藏文当中觉沃这个词可以指呃本国的这个国王或者说统治者，也可以用来尊称比自己年长的人。例如说会称呼兄长阿卓或者啾啾或者舅拉。有的时候呢，觉沃呢，就像前面提到的，指的就是大昭寺中这个展现了报身像的这样的佛像。我们可以看到大昭寺的觉沃佛像它就是释迦牟尼佛，但是他的视线包括穿戴都是报身像。所以简单来说，觉沃是用来称呼主尊或殊胜者，用来称呼那些需要特别尊崇还有重視的对象。所以这是一个表达可以说最高敬意的用语也是充满了敬意的一种这个称谓。那无论如何，在藏人中被称为觉沃节的，就只有阿底峡尊者一位。这反映了这个藏人们对于尊者是怀有极其亲近的情感，还有这种深深的感恩之情。
正是因为藏人心中对尊者有这种与众不同的一种情感，还有发自内心深处的这种特殊敬仰，才会以觉沃杰、丑沃杰这样一种充满尊敬和崇敬的名号来称呼他。好，这是解释了他的几个不同的名号。接着，我想谈一下觉沃杰他出家后的学习经历。他29岁出家，然后直到31岁期间他跟随很多的上师，听闻了大量的各称的经典经论。他长期安住在哪里呢？就是他安住还有学修的地方，就是超戒寺，还有飞行寺。在这两座寺院当中，超戒寺在当时比那烂陀寺还出名，而且更加兴盛。所以卓尔杰呢，他就很长的时间，他就在这个超戒寺当中学习。那至于飞行寺它确切的位置还没有确定，但很多人认为它大概就在菩提迦耶附近、金刚座附近。但当时最出名的两座寺院就是这两座超戒寺还有飞行寺。而这两座寺院的主要护持者都是这个波罗王朝的这些诸位的国王，所以他就经常在这两座寺院之间往来学习。例如在超戒寺的时候，尊者跟随主要是以上师戒护为主的很多师长，他学习小乘的律藏等等经论，特别是四大部派，这个大众部、上座部、多闻部，还有这个说一切有部的所有这些修持。各个部派里面都有一些各自不同的传统，还有一些细节内容都不同，但它都能够毫无混杂的通达各派的这些细微的差别。那么在飞行寺呢，它主要跟随的上师就是达玛拉西达，他跟随这位上师学习了这个阿罗汉静密尊者所造的大毗婆沙论。一般来说，学习这部论需要12年的时间，但因为尊者呢非常的精进，他在7年当中就完成了。至于大乘经藏的学习呢，它主要是跟随了善底波，这也叫香提巴这善底波尊者学习。善底波呢是超戒寺东门的守门班智达。当时纳若巴是这个守护北门的这个守门班智达。当时这位善底波尊者上师就被尊称为这个斗争劫中的一切智者。很多藏地的上师，像卓密义师、马尔巴义师、国库巴拉谢等等这些大师都曾经跟随他学习。
所以呢，单底波尊者跟藏地文化有着深厚的一个渊源。据说呢，在那洛巴之后哦，这个单底波就是最负盛名的一位智者。 하나씩 조직이 가르치는 알았잖아. 그때 두산에 야갈이야 친한 이야와시라 매버시지. 楚河杰他自己也曾说过，当时在印度，상아 라메 규디스 타르. 상아 라메 규디스 나로라 딱한다. 因为这个无上密续弘扬，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会因为这些内容跟很多印度教的一些内容哦很类似，所以当时印度的佛教界的情况就是内外教法是混杂，是很严重的。所以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分辨清楚到底这个佛教跟印度教的差别在哪里。所以卓杰尊者他就曾说过，能够真正分辨内外教差异的，只有单底波和他自己两人而已。总之呢，他跟随的这位上师单底波尊者是非常著名的这样一位大师的。总之呢，卓杰不仅在超戒寺还有飞行寺学习，他还到过很多其他地方寻访上师。根据他的传记里面，我们看到他为了寻找上师，3次的渡过这个大海，到达了印度中原，还有金州，就是现在印尼苏门答腊，还有同州，就是斯里兰卡等等这些岛屿。总之，路程都很辛苦，然后才求到各种这些殊胜的教法。那你可以看到，尊者医治了非常多的上师，一生当中，到底医治过多少位呢？这一点在不同的传记的记载中是有一些出入的。最多的说法认为是有157位之多，最少的说法也有30位左右。其中呢，具足这个校正和修正这样子的双重成就的上师呢是有12位，还有3位被称为是见真谛的上师。那么这3位见真谛的上师是谁呢？一位就是小阿沃独迪巴，我们昨天有谈到过。一般有大阿沃独迪巴跟小阿沃独迪巴两位哦，同名，但一个是大，一个是小。阿底峡尊者医治的是小阿沃独迪巴。另外，第2位上师是阎摩底瑜伽士扎姆罗惹贾德。在第3位呢是那洛巴的弟子，叫做小董必巴。所以这个董必巴大师也有2位，就是同一个名称，一位叫大，一位叫小。总之，比较前面的那位被称为叫大董必巴，然后后面的出现的董必巴大师就称为叫小董必巴。所以，总之，印度带有很多同名的上师哦，总之先后出现就有大跟小的这样子的差别。那就像昨天有提到一点，这楚河杰呢是跟随这位小阿沃独迪巴听闻学习中观剑。那至于第2位这个见真谛的上师叫迦摩罗惹贾德，据说呢他最初是唯识宗的修行者，但是在证得了剑道后，他转向了中观剑。那至于第3位叫小董必巴，虽然呢这个楚河杰尊者并没有亲自见过他，但是他曾经在祈请后，然后在梦中见到了这个小董必巴。这也是一段很特殊的这个情况哦。他梦到什么呢？尊者呢是在梦中，总之看见3位出家人，
준비바 뼈요 숨 뼈요 숨 뼈요 숨是的 啊，那么就去点了呀，是不是？差不多숨也就是说，三位出战就是主要的上师是董必把，另外还有两位侍者。然后他们三人呢，每人手中都拿了一个炉器。然后呢，他们在干嘛？正在吃着人肉。所以裘伯杰看到这个景象啊，他就生不起信心，他就觉得不太相信，怎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三位是出家人，拿着这个炉器头颅这个器皿，竟然在吃着人肉，所以裘伯杰梦中他就心想，这样是否违反了这个众戒？这时候为首的那一位出家人就是董必宝，就问他说：“佛陀有迷惑吗？”裘伯杰就回答说：“没有。”他就这样报告说：“佛陀是没有迷惑的。”这时候董必宝这上师就跟他说：“那么你就吃这个吧。”说完呢，就递给这个裘伯杰呢一只人的手。这在梦里面啊，是梦里面。所以总之，裘伯杰呢，他就吃了这个小指头以下的，就是总之一根指头，总之大概就是把一个指头吃掉。然后接着醒来之后，他就从黄昏呢到天亮，这个尊者就一直安住在禅定当中。可以说就一直处在这种禅定的一种喜悦当中。我这时候裘伯杰就想，我能够这么长时间的安住在禅定当中，这是佛菩萨的加持呢，还是这个种必巴的上师的加持呢？他有这样子的升起这样的疑惑。后来就有一位这个密咒师哦，他去拜见了这个小种必巴。那小种必巴就对他说：“你呢和我是无缘的，所以不过呢，我有一位名字里哦，是有这个智慧这样的一个弟子。”因为这就是指那个阿底峡尊者，因为他叫做吉祥燃灯智嘛，所以总之呢，小董必吧就对那位跟他求法的密咒师说：“我有一位名字里有智慧的弟子，我在曾经某一段时间加持过他，你和他是有缘的，你应该去跟他求法。”所以呢，这位密咒师呢，他就依照种必吧的这个指示，他就来到了阿底峡尊者面前，然后跟他祈请。这时候卓杰阿底峡就是首先问他说：“你是谁派你来的？是谁要你来跟我求法的？”这时候密咒师就说：我呢去见了小种必吧。”那小种必吧就对我说：“我和他没有缘。”但是小种必吧就介绍你，就是卓杰，就说我和你有缘。总之呢，讲了前因后果之后，这时候卓杰他才想起，哦，我曾经在梦中梦到的那位出家众，然后接着让他安住在禅定当中啊，等等。那样段那个梦境，这时候尊者才知道自己曾经受到过小种必吧这位上师的加持，因为他当时梦完之后安住在禅定之后，他还很怀疑说这是佛菩萨的加持还是小董必吧的加持嘛？但碰到了这位密咒师来跟他求法之后，他就确定了是受到了小董必吧的加持的。
那么讲到他的上师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就是有3位教授他菩提心的上师，一位是达玛拉悉达，第2位是慈心瑜伽士，第3位是金州大师。那我们简要介绍这3位上师哦。首先呢，前2位哦，就是达玛拉悉达还有慈心瑜伽士，是噶当派很著名的教授师。可以说是这个教授修心的这个源头。举例来说，第1位上师达玛拉悉达，曾经有这么一段口传记载啊，就是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次呢，他遇到了一个病人，而医治这个病人的病，就需要以人的这个血肉作为这个药引。这时候，达玛拉悉达知道之后，就毫不犹豫的从自己身上割下肉来布施给他。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这种行为就马上把自己身上的血肉就割下来，然后就给别人，这是难以想象的，是可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对一般人来说，这样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达玛拉悉达这位上师，不仅仅他是在心理层面，他修习自他交换这样的修心法门，他更能够是真实的布施自己的这个血肉的。接着第2位呢是慈心瑜伽士，他也是这个菩提心的大师哦。也是根据一个口传的记载哦，有一次在路上，他看到有人呢用这个，总之一个铁器、一个铁棒或铁器哦，在这个毒打着一条狗。这时候，瑜伽师看到这样的景象呢，他就升起了很难忍的这个大悲心，然后他就透过修持，将那一条狗的痛苦呢，转移到自己身上。这种修持帮助到当时那只狗就不再感受到痛。所以这样的修炼不仅仅说是承担心理上的痛苦，甚至连狗就是它身体上的疼痛哦，都一并的承受。甚至呢，此生瑜伽士他的身上还出现了就是被铁器毒打的这个伤痕，而且还流出这个脓血。从这样一段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大致理解哦，这个慈心瑜伽师他的慈悲修持到了很多高的一个境界。那第3位就是金州大师，他被尊称为菩提心的化身，意味说他就是菩提心的实现。所以呢，金州大师的慈悲菩提心的这个证悟境界哦，或者说修行层次，还有行持的境界，都是在极为高深的一个层次。也因此呢，在阿底峡尊者他所依止的众多上师当中有100位上师当中哦，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最尊敬的、最有信心的就是金州上师。所以他跟金州大师的关系也是最为密切的。他对金州大师的这种特殊的敬重表现在很多方面。
譬如说，他只要听到上师的名号的时候，金州大师的名号时，他会将双手合十，然后高举过头。平常他听到其他上师的名号的时候，阿底峡尊者是将双手合十放于胸前的。但是当他一听到金州大师的名号，他就会将双手合十，然后是高举过头。所以曾经就有人问尊者：“你一直那么多的上师，为什么对金州大师特别的恭敬呢？”当时阿底峡尊者就说：“这并不是因为我的上师们有好坏之分，或者说他们有功德大小有大小之别。我对他们的恭敬也没有这种高低之分。那么，而是因为金州大师对我有着深重的恩德。”那弟子就追问是什么样的恩德？阿底峡尊者说：若是说我有什么功德的话，就只有一点善心，那这完全就是金州大师的恩德。他还特别强调，就尊者还特别解释说，这种自他交换的菩提心法门，除了金州大师之外，我从其他上师那里呢都没有得到过。所以金州大师的金州是一个地名，它指的就是现在的印尼的苏门答腊岛，这是以前的古称叫做金州，所以古代梵语中叫做苏瓦纳迪巴，译成这个中文就是金州在公元7世纪后期公元在671年，唐代的一位义师叫义净大师，他就曾经2次到访过这个地方，就是荆州，然后前后呢，总共停留2年多。所以，总之，荆州大师就是因为居住在这个地方而获得这个名号。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就没有办法详述这是阿底峡尊者他跟荆州大师相遇的过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总之呢，这个尊者他在还没有来到藏地之前，他是怎么样一位上师呢？从学识方面来说，他精通了工巧明、一方面因明声明，还有内外各派的这种哲学思想等等世间的学问。在佛法方面，他也彻底通达了像声闻称的律藏、经藏和论藏一切教法。至于大乘经典方面，他完整的学习了中观和唯识这2派的见解，还有实践次第。其中，像从龙树父子相传承下来的中观见，还有实修，他是从小阿瓦杜迪巴，还有日贝库丘等等上师那里听闻。那无着大师这一系的这种见解和实践呢，他是跟随这个善底波和金州大师的学习。所以总之呢，阿底峡尊者是将龙树父子所传的中观见，还有无着大师所传的广大唯识见，两者结合起来修持的。这种修行方式对后来的藏传佛教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但这种情况真的是很特殊的，你可以看到，在当时印度互相中观唯识是互相迫斥的，但是因为阿底峡尊者的这种恩德，可以说藏传佛教就承续了是结合了中观跟唯识的结合起来修持的这样一个传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藏地的修行传统中，
当我们讲到菩提心的修持，啊、很重视这部分，但另外一方面，戒检上呢，也特别重视中观。那尤其见解上，中观，特别是月称论师的应成派见解哦，那这些传统都与阿底峡尊者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特别是在密法方面，阿底峡尊者不仅完整的学习了四部序典，这一切序部和口诀，而且都付诸实修。所以简单来说，尊者在出家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大瑜伽士，然后亲见很多的佛菩萨，特别像写金刚、圣乐轮、观音菩萨，还有三世眼庄严王度母，还有不动佛等等这些本尊菩萨。其中呢，尤其是以至尊度母，他作为他主要的本尊。据说呢，他是能够直接跟度母，这样是就像人跟人面对面讲话一样的。所以只要当他祈请的时候，度母都会为他授记一切想要的事情。从持戒方面来看，尊者自己曾经也说过，我从未违犯过别解脱戒的任何过失。在菩萨戒方面，偶尔会有些小过失。至于密乘三昧耶戒，虽然有时会有一些细微的过失，但是从来未与这些过失同住超过一日。所以前面可以看到是他的学问，再来是他的戒律，那再来是他的心善的这个部分。那由于尊者他是将珍贵的菩提心作为修行的核心，所以在当时的很多大师当中哦，他是特别以这个善心著称的一位大师。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位有这么样一位学识渊博，而且心性善良的这样一位大师。所以当时印度的大小乘寺院还有各个部派呢，都无条件的尊敬他，并且将他视为这个请法的适宜的这个解惑的主要的上师。当时那洛巴大师就说过，他说：“阿底峡，你是当今这个教法的主人。”而且他也尊奉阿底峡尊者为这个教法的持有者，所以这都是说他还没有入藏之前哦，在印度他就已经非常的出名了。他不仅说遍及印度，而且也传到了藏地哦，他的声名。好，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